只要有心打球，没有不能训练的。加入我的球队，要有心理准备。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 B 组《求胜青春》，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特别以戏剧来呈现，以年轻人最爱的篮球为故事主轴，剧情引起青少年的共鸣。我们是以戏剧，其他都是以节目形态，但是我们是戏剧节目。那在戏剧节目呈现青少年的过程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说他会获得评审的青睐。很大的部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很感动，他感动的是在于是一群没有受过很专业训练的排湾族青年，如何透过他们努力追求梦想的精神，而得到了最后的胜利。那其实在我们本身原住民族电视台在针对戏剧这部分呢，我们的 target 其实很少是针对年轻人。那这一次找了导演一起来合作，然后既然激荡出不错的火花。现实跟影视方面也是一样，就是在现实当中，原民台也是蛮少的，就是用戏剧去传达这部戏的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为其实台湾的人口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是比较是到金字塔的人口类型，所以很少人会把很多的资金跟预算或者是关注放在其实一直是台湾很重要未来基础的青年或者是少年或者是儿童。那这一块一直是原住民族电视台非常关注的一群。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在跟老人家的生命做拔河赛跑，我们很生怕就是老人家的凋零比不上我们接感的那一棒，所以我们不管在戏剧上面，在节目上面的呈现，都希望可以有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来参与。优质5星儿少节目展现原住民族即使资源不足，仍勇往直前的精神。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